工，要把天上自己落，事事有事。谁与呀共？是老夫山山女子为不绝，只在君上官家人心上有。今四行语，不肯不将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慧丽，名家名段节目又和您见面了。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段视频拍摄于2006年非常有戏的颁奖晚会，当时83岁高龄的傅全香化妆演出了人比黄花瘦的片段，而这也是老人患病前最后一次舞台演出。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傅全香老师拍摄于1993年的粤剧电视连续剧《人比黄花瘦》中的精彩片段。一个女人家怎么也上酒店喝酒？几问几问，而且上了年纪，酒量倒不小，难得。酒保，哎，快拿酒来。哎，夫人，你年岁大了，不能再喝酒了。不，你的酒字太浅，经不起我几口好的。哎，你已经欠了不少酒钱了，还是大话呢？姐，忘了得了，该人叫人送来。哎，夫人，我点酒字太浅，想必你家酒字很大，还是回去吃吧。不，你点虽小，可是你的酒香啥呢？再来一壶吧，我会给你找名的。哎，这我为中听。好，再给你一壶吧。哎呦，哎，昨夜雨疏风骤，浓水不消残酒。试问眷恋曾，恰到海棠一秋。知否应是落笔红手。还在唱我的诗啊？哎，唱你的词啊，夫人，你喝醉了，你醒醒啊！哎，他词。告诉你，唱的乃是我宋朝有名的女诗人李清照的《史梦林》。什么是你的字呢？李清照的字
不就是我的事吗？这个他的事啊！姑娘也在此喝酒了。我们他回去。夫人，我们回家吧。快走吧。子妃，夫人，子妃，应是老为红色。粤剧电视连续剧《人比黄花瘦》讲述的是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事。傅全香老师最早接触到这个名字是在解放后不久。傅老师参加文化学校学习，在学校里，傅老师知道了一代女词人的故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掷地有声的话语令傅老师久久难忘。没有罪。哎呀，夫人善过善过，老酒糯米粥吃得过都是伤身体的呀，下次少吃一点。哦，我去烧点玫瑰菜汤给夫人醒醒酒。酒拿酒来。夫人，你千万要保重身体呀，不要再东奔西走了。谁有差错，叫我们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夫人，你年事已高，连夜转乱奔波，经历依非妄想，万望珍惜，千万不可再去饮酒伤身了。就好，就好。已在家牵手，拿酒来。夫人，难道你就忘了？别已买菜，外顾妻，情那何曾苦中乐？记下这原是晴雯传于我，太夫人就不诉告。算是外人老爷临终托，弥补生的心头穷。万年聚会，万不什么诉告，你们都叫我出去。哎呦，好。哎。1960年，为响应粤剧南花北移的号召，傅全香老师北上进京，成立了北京粤剧团，并在其间创作演出了《小胡雷》。
小胡雷获得成功后，傅老师便开始计划排演李清照了。但由于语言不通等问题，越剧团在北京演出没有多久就解散了。傅老师又回到了上海，而李清照的演出计划也就搁了下来。这一搁就是30年，直到1993年，在越剧电视剧《人比黄花瘦》中，傅老师终于圆了这个梦。明在，明在，回来吧！你受苦了。一场相思，两处烟尘，三下眉头越伤心头。两地相思绣在书，万千颜柔从此情。莲花马浪遍地是，一路之上艰难觅。夫妇不成家，将来再把家等。明在那古刹雨夜里三人，再怕江南也难等。有句话不该问，难道三五将心计？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傅全香老师与昆曲表演艺术家季正华老师合作的《杜十娘》。傅老师和季老师可以说是一对跨剧种的知音。继《杜十娘》之后，两人在《人比黄花瘦》中再一次携手。明在，这今日老人接你多少年的心血，我还是没有把它保护好。哦，不要紧，我们还可以重现嘛。你从画中救出这么多世家，真有是救我一命啊！因我赶紧把它追补好。老爷夫人，请用茶。放在桌上，你回去休息吧。是。清照，多时不认端茶，今夜你我菜市端茶是哦。好，乐意奉陪。今晚菜送名片由我出题。不，由我先出，以后谁胜谁出题。随意你。好。秦汉时有缥缈对汉心有1万之恩，相救而不多报，遂为千古佳话。请问在何书几卷几页几行之中呢？在诗记卷92华阴儿列传第32第7行第19字起，大丈夫不能自杀，
我爱王生儿精神，希望报复。哎呀，夫人强记精神呐！哼，奉茶。是，奉茶。清早起呀，谁生来世都逢尘。夫人迎三生，我是压着教棍娶你来，十分对上三分金。人在话你4岁祖母教多事，7岁电视是如今，来世也有来世好，有万中出了你，一代才华女子人。你无言，大家闺秀自分清，为门的事如今，恰有天堂丈夫妻。年轻20年，你以为曲中君，常年自欺莫杀父，心之中挂真心，路上家。把酒。
上花重地平。明朝小杂列功名，南方那通上没带头，茶香不香香难分。重阳若真杀事，半夜两处退。东篱把醉，黄昏。可以说，傅老师投入在《人比黄花瘦》这出戏里的心血，已经不能用如何塑造一个角色来形容了。他已经完完全全地把自己融入到了这个几百年前的人物中了。万事俱整，朝廷无望，苦托民心。心心密密，冷冷清清，凄凄串串凄凄，三杯啊！夫人，赵露是你？夫人，哦，不要哭，快起来。王成呢？准是在杀葬了。王成，英雄啊！我一直在寻找夫人，一路上靠着饭，边寻找边打听，今天总算寻到夫人了。不要哭，耐心一点，快说说王成的事吧。慢慢说。我
我与王神投奔我家军后，跟着我元帅抗击金兵，节节胜利，连今日都是换善意，换我家军难拿。我们所到之处，百姓头顶相伴，跪地迎接。哦，可是朝廷呢？看朝廷一日金牌事儿闹，三元杀得风不停。啊，怎么若非死了？父子俩都被害死我要去接他一见。不，夫人，你千万不能去。为什么？被朝廷知道了是要杀头的呀。元帅，我元帅，记得今早到你满家时，只觉得热血沸腾。当你万世风作，百姓万乡回首，寄托在满腔爱国热情。当你自见证大获全胜时，普天黎民奔走相告，握手相亲。总以为在大王龙万物三自在苦的，我今早可以无朝王府邻居，总怀故里。所知风雨得变，元帅被死在风波顶中，这真是千古奇冤，千古奇哦！夫人，夫人。李清照是个有才华的词人，书法、绘画样样精通，并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傅老师觉得自己的文化积累不够，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请来了古典文学研究家蒋新月、徐培军等老师，专门为他上课，教他研读李清照的诗词，同时聘请了画家谢亚楠教他国画、书法、画竹、画眉，一星期上3次课，足足坚持了2年之久。长线山长芭蕉是盈满种地，盈满种地，夜夜星星所卷。
一边难过，偏偏不若点他诉。傅老师钦佩李清照的才华，更敬仰他的爱国思想。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的同时，电视剧拍摄之前，他又进行了长达2年的自费考察，循着李清照的足迹从头走了一遍。先从山东南下，经济南、青州、明水，再沿李清照在战乱时南下的路线，去南京，到杭州、富绍兴、达温州、金华，包括严子陵、千古风雨白云楼。当年的李清照走到哪里，今天的富泉乡就跟到哪里。一路上，他广泛收集了珍贵的素材，为人物塑造提供了积累。明晨，明晨。躺下。我这大半生，我是做官不养官，学问不养分，可有也可无，不为也不仁。为谁往日尽忙润，岂不是碌碌无为虚自身？不，你是知府老爷封雅信，无疑仕途显信雅文，在人间留下句子金石落，时时熬精血，卷卷劳身心，真是落落人无味。啊，夫人，哎呀，我和你商量一件事。本当是阴影纷纷，你人流，看起来是乱世事。也难安生，月兵通天不把冤，宁先分文修梦根，真可以绵娘无马背上真不如精神俩的身，齐夫人啊，随我心愿珍贵分文，为国留千朝气呀！可怜丢下你傻女子，生死苦难真人
可不要胡思乱想，你要保重。清早把金日乐交接朝廷之后，你就说询问了对我的责任，何去何从？你明仔，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今朝明有一件事对你不起，我们因为赵家生意难半年。不，清早，你看，那金日乐不就是我们的儿女吗？我们俩本是心血养育了他，他不就是我们的一脉相好吗？你要安心养好身子，你我一起把他好好抚养长大。清早，往日差事斗杂，总是我说而不得应杂。往日斗杂不是你说，是你娘敬我的。今天娘清早奉你一杯茶。谢夫人。明仔，这位是我叔了，娘清早敬你一杯茶。明仔，你醒一醒，醒一醒啊！明仔，你不能走，你不能走啊！走呀！你真的走了。你是梨花落地家
永比尽万年情相思傅全香老师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在人比黄花瘦中，他不仅与季正华老师合作，实现了越剧、昆曲、电影3个不同艺术种类的对话。同时，在表演中，他还融入了许多其他剧种流派的表现方式。例如，《追逐一场戏》中，为了体现李清照悲愤的心情，傅老师的表演就借鉴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老师的旗派表演手法，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啊
粤剧电视连续剧《人比黄花瘦》拍摄的时候，傅全香老师已经是70岁高龄了。拍外景又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然而在拍摄过程中，傅老师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完全融入了李清照这个人物，与他同喜同悲。人之初，性本善。哎，这个善字你会不会写啊？会。哎，那你写给我看一看。哦，这些山川仿品，倒也制作精细，实比见家也可语墨文字啊。哦，听老嫂嫂之言，定是行家。对古文我也有所懂哈。官少举止，该是书香官宦出身。哦，听老哥口音，不像是临安人士吧？老汉是皮良绅士，国破家亡，我父女二人逃离家乡，流落至此啊！哎，老嫂嫂，你也是？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呐。自此出来，我们还是同乡，这真是他乡女心子啊！女心子，哎，他乡女心子不可无罪啊！拿去问罪吧，拿去。哎呀呀呀！这是从西周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木砖。老嫂嫂，你是从何得知啊？家传之文，问罪吧。哎呀呀，我说老嫂嫂绝非等闲之辈，木砖虽好虽好，今日老汉主动买好酒，买好酒啊！啊，老嫂嫂，请坐。多谢老哥。去泡茶。他乡女心子啊，应该先饮3盅。他让老哥了，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
能合上这相见米酒啊，已经很不错喽。是啊。恐怕今后连这个也合不上喽。就怕天上自己落，事事有事，最近用还要最近用。今生里不是身边事事注意。事情们才与呀共，只落个三三女子为何绝？只在就上官家族心上哟。在下管他成语动。嘎嘎。在一曲想当年中，我们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再为您介绍傅全香老师的复派艺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